台湾展杯亚每一届总结顺拢会锁定南台南辅导性议案持续关心，对争取小巨蛋、科学未来馆以及到目前运动艺文休闲地区的规划经营，已经期待14档啊。虽然目前已经有一间厂商提案，不过9月因为申请人财务甲规划被退件修正中。副议员烦恼敢会产生变数，所以建请市长东部争取总统赖清德担任市长的时，就想要催生的小巨蛋，用国家的力量创造上大的城市价值。咱一代就150个，可能用70档，无够咱也不是我们所要的。我希望我们不要为建设而建设啦，最大化的城市价值啊，要打造市民的文化地标啦。是，这点能省一生啦。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国家级的，如果在2年之中，他如果能够说，当小的台南，那个我们的赖总统在选情之夜，台南市的民族圣地，伊是搁来咱家办的呢？是。是不是欢迎一个？接着我们现在总执行市长你的反应，让赖清德知道，他曾经99年生下的蛋，到现在还没孵出来。他是不是能用我们国家的资源来让我们台南市这块地会更好？我跟总统建议，我觉得是可行的。另外，有关台南永民之家搬迁甲中华工程，伫今年第2季就开始施工，预计116年完成。其中总面积8公顷当中，机关用地有0.46公顷，所以议员嘛以东区新行政大楼、新中孝里活动中心等地方的需求，争取市府纳入规划，好好建设。台南新闻，阮志林英光采访报道。